黃旗已經舉起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達心星啊稍為慢啲喎。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呢隻健康愉快放咗出嚟跑啦。第2位係夏威夷啊，咁啊再見到第3呢就跟人跑喎，黃金甲嚟噶。第4位嘅馬有象王啊，後邊嗰3隻啦，幸福笑容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咁啊白衫黃帽就係嗰隻金槍60啊，暫時殿後係達心星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呢個12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呢係嗰隻健康愉快噶，緊扣韁繩之下，支離咗第有個零身位嘅。第2位嘅馬有嗰隻夏威夷啊，再見到第3啦，就係外邊位置啊黃金甲啦。第4位咁啊落後咗個零身位，先見到象王響第4啦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幸福笑容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白衫嗰隻呢就係金槍60啦，響出邊一路封住佢，嗰隻係達心星嚟噶。過呢個呢就係8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帶頭嘅馬都冇乜喐動，健康愉快放啦，夏威夷就響呢個二疊嘅第2位啦，再見到第3位嘅馬就黃金甲，第4位象王啊，咁啊黃衫尾3呢就幸福笑容都開始要比緊噶啦，金槍60係咁以呢就慢慢挨咗嗰隻達心星出去，達心星封唔封到佢呢？好啦，咁啊轉正彎入直路，前面佔先係健康愉快，夏威夷就響中間嘅位置啊，再後一層啊嘛，咁啊有象王啦，出邊衝有白衫金槍60，大外檔係達心星啊，最後200米夏威夷出咗嚟先，後邊啊嘛金槍60白衫黃帽嘅，再喺入邊位置仲有象王，出邊呢就達心星接近終點，夏威夷走啦，再一個身位金槍60依家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啦！董事杯嘅得主係夏威夷啊，跑第2名係金槍60啊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嗰隻就象王啦。咁啊，第4名嘅馬呢，幸福笑容同埋達心星都相當接近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董事杯咁啊，夏威夷一路跟手一個唔錯嘅位置，直路出頭，金槍60追翻上嚟，只係跑第2咋，象王第3，幸福笑容第4嘅機會呢就似乎高啲。